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微笑讲客语，咪咪笑讲客家的时间喽。居家过日子哦，洒扫庭院、整理家务这些事情很多呢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的是 housework 家事。那每天例行的家事有像洗衣服、洗衫褲、洗碗、洗碗、洗碗，然后擦桌子等等等。那么洗衣服呢叫做洗衫，洗裤子呢洗褲，洗就是洗的意思，衫褲就是衣裤，全部都一起洗的话呢就是洗衫褲。跟我念一次来，洗衫褲，念得很好。那么呢，我们利用休假的时候在家里洗衫，各位来洗褲哦，很甜哦，就是好累好累哦。所以你长大了，你要自己洗衫褲，让自己洗衣服，不要老是依赖妈妈哦。所以洗衫褲是我们平常很常用得到的。但现在人可能很少人真的用手自己来洗，而是用的是洗衣机。洗衣机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洗衫機。洗衫機，也就是 washing machine， 洗衫機，洗衣機。好，然后呢，衣服一放下去，机器一按，全自动。可是老一辈的客家人可就没有那么舒服了。那记得我细个哈伫讀幼稚園，我在讀幼稚園的時候呢，老我阿媽呢，伊都後巴筍烘洗衫褲，跟我家裡的老奶奶呢，到河邊呢，後巴筍烘，就是到河邊去洗衫褲。那時候我的阿媽哦，就提着一大桶的水，一大桶的衣服啊，水当然是後巴裡面就有了，一大桶的衣服，很辛苦呢。好了，那麼在打掃的時候，我們可以用抹布來抹桌子啦。這種所有的這種家務呢，客家話合起來就叫做扁掃。今天要來扁掃哦，哈！我今天要來打掃的意思，來跟我念一次來，扁掃。下次媽媽在扁掃的時候，你要來幫忙哦。所以家裡的每一份子都要來主動來協助。扁掃就是全家來做個大掃除的意思咯。好，我們今天學到了洗衣服叫做洗衫，然後洗褲子洗褲，合起來叫做洗衫褲。而這些所有的 housework 呢，合起來都可以叫做扁掃的意思。好，那開始為我是徐薇老師，我唔記得當年我老嚟講客家哦，按住say再見哦，張來了哦。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策划。